台北101，不一樣的一天。那天台北的天空是灰藍的，空氣裏帶着潮濕的冬意。早晨上班的人潮正湧向捷運站，我卻在路口停下腳步，抬頭望向台北101。旁邊早餐店的老闆一邊煎着蛋餅，一邊對手機裏的直播畫面抬了抬下巴。就是那個美國人，叫亞歷克斯的。聽說有太太和2個兒子了，真不懂為什麼要冒這種險。語氣裏混雜着欽佩與不解。街坊間傳着這個消息，而此刻全球無數的鏡頭正透過網路對準這棟我們熟悉至極的巨塔。人群在信義區的廣場上聚集，許多人盯着手機或平板上的直播畫面。那鏡頭比肉眼更殘酷，能清晰放大他每一寸肌肉的顫抖與腳下微小的縫隙。當亞歷克斯霍諾德真正出現在大樓底下的實景中時，一種超現實的戰慄感才撲面而來。沒有繩索，沒有保護，只有一個人與垂直的天際線。他開始向上攀，起初的節奏平穩，但隨着高度攀升，大樓的立面開始顯露隱藏的難關。第一次長久的停頓發生在20層樓左右，那片光滑玻璃幕牆的接縫處只有一道極淺的金屬雙邊。他的身體緊貼牆面，右腳懸空微戰，全憑左手三指的摩擦力支撐全身。廣場上鴉雀無聲，直播鏡頭死死鎖定那驚險的幾秒，然後一個輕巧的動態移位，他越過了。人們鬆了口氣，我身旁一位年輕人卻低聲對同伴說：如果他失手，他太太和孩子怎麼辦？問題懸在空中，沒人回答。他持續向上，像一個孤獨的標點。風勢開始明顯增強，我因為熟悉郊野山徑，知道高度如何改變風的語言。在山裏，越高處，風越不會輕柔撫過，而是會變成有形的阻力，甚至帶着吼聲。此刻的101高處，風正扯動他的衣角，也一定在撼動那些緊用指尖扣住的微小凸起。第二次考驗在大樓轉角的弧形玻璃處，那裏毫無明顯爪握點，他必須完全依靠身體張力與腳尖的精確壓力，將自己貼過去。就在他凝神預備橫移的艱難時刻，直播鏡頭與一些眼尖的人同時發現，在中段某個樓層的落地窗前，一個女子緊貼着玻璃，用力揮動着一條鮮黃色的圍巾。那是他太太。她沒有驚叫，沒有掩面，只是在那個高度上，成為一個無聲卻強大的坐標，一種溫柔的定貌。亞歷克斯似乎沒有餘暇轉頭去看，但那抹黃色或許曾掠過他眼角的餘光。他極慢地完成橫移，下方傳來零落的掌聲，混着嘆息。他有2個兒子，我聽見身後一位亞裔男男自語：做媽媽的心臟要有多強啊！對比是如此尖銳。我們在安全的土地上討論着一個家庭所聯繫的風險，而他正在生死一線間實踐某種超越常人理解的信念與愛。這或許不是拋棄，而是將生命濃縮成最極致的專注。每一次觸摸都是為了絕對的回去。當他終於抵達頂端，伸手觸碰天線基座時，廣場歡聲雷動。直播畫面切換到他太太淚流滿面卻燦爛微笑的臉。我抬頭，強風在高空呼嘯，那是他在山野與絕壁間早已熟悉的語言。回家的路上，城市如常運轉，車燈匯成川流。我走進捷運站，玻璃門映出自己模糊的面容，卻仿佛還能看見高空那個影子的身影，以及那抹在強風中堅持揮動的黃色。這場攀登於我，不再只是遠觀的奇蹟，它像一枚細小的楔子，敲進了我日復一日的視野裏。我想起他妻子貼在玻璃上的手掌，那是一個選擇，一種理解，或許也是一種共同承擔的勇氣，比我原以為的支持要沉重得多，具體得多。而當旁人間出事怎麼辦時，那問題背後對家庭責任的質疑，與他攀爬時展現的絕對專注，形成了某種無解的張力。這讓我意識到，極致追求的背面，從來不是輕率，而
而是某種必須直面生死與責任的清醒。風在高處呼嘯，我在平地行走，但此刻的我卻覺得腳下的地鐵通道仿佛也有了不同的坡度。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攀爬着什麼生活的、夢想的、責任的。他的岩壁是101的玻璃與鋼鐵，我的或許是這座城市裏其他形式的更為漫長而靜默的垂直。而那抹黃色提醒了我，無論在哪一種高度上，愛與牽掛或許不是墜落的理由，反而是讓每一次觸摸都朝着回去的方向變得更為慎重而虔誠的引力。奇蹟關乎超越，更關乎回歸。風會記住這一切，我也會。從今往後，每當我抬頭看見這棟聳入雲端的大樓，它對我而言不再只是城市的地標，它將永遠踏印着一個微小的人影，一段險峻的弧線，以及一扇窗後那抹溫柔而堅韌的屬於人間的顏色。